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的1月初7。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撒母耳上卷第3章第1节到21节，使徒行传第9章第10节到19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呼召。昨是主显节，会通讲是外邦福音更较明确的启示，也通讲是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起点。上帝正式介绍耶稣基督予世间人，上帝也呼召罗卜来服侍伊，宣扬伊的福音。伫今仔日的经文讲到两位上帝的罗卜，一位是伫旧约的撒母耳，另外一位是伫新约外邦的使徒保罗。咱要透过今仔日的经文，三角来思考主的呼召。咱先对撒母耳来看，撒母耳的老母养饲伊，甲请大汉，一直到伊长龄的时阵，要将伊来送到伫即个圣殿，互伊永远踮伫圣殿来服侍上帝。撒母耳伫圣殿伫遐大。伫遐学习的期间，是对着祭司以利来学习，要怎样来服侍上帝。以利的代志，咱可能暂时就无讨论啦吼，特别是伊甲伊的囝的关系吼。但是咱要提到的是，就是讲以利真可能是对撒母耳来讲是一个袂歹的老师，伊是做伊的 mentor 但伊毋是呼召撒母耳的人。经文甲咱讲，上帝伫暗暝呼召撒母耳，连续3摆撒母耳拢叫是这个以利在叫伊，所以伊就去到伫以利迄所在，但是以利并无叫伊吼。后来以利甲伊讲爱怎样甲伊教啦吼，爱怎样来回应迄个呼召。撒母耳就回答上帝的呼召。当这个以利来问撒母耳上帝怎样甲伊讲话的时阵，以利就是安尼来回答，讲：这是耶和华，愿依照伊所看最好的来行。这甲咱讲一项真重要的事，就是所有的呼召拢无应该是对伫人，应该是对上帝遐来。既然来这个呼召是对上帝遐来的时阵，咱就应该马上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付出行动，顺服上帝，佮配合上帝来服侍上帝。咱佮来看伫新约保罗，保罗伊是一个180度转变上典型的例之一啦吼。当然，咱嘛看过这个撒该的转变吼，但是保罗对上帝的呼召有真强烈、真明显的回应，甲真大的生命的转变。伊甲撒母耳无共款的是，保罗并毋是伊的厝里人甲预备要来服侍基督的。撒母耳是妈妈准备甲栽培来服侍上帝。反倒当保罗是一个迫害基督的军队者以及基督的教会的人。保罗掠做家己迫害基督是基督的军队者是伫服侍上帝，但是事实上，迄毋是上帝予伊的呼召。当伊伫咧前往伫大马色的路中，拄着基督的圣神的显现，呼召保罗。从这个过程中间，咱来看到真戏剧性的变化。上帝伫这中间来展现伊的气力，咱会可能会咱用这个武侠小说的讲法啦吼，就是讲上帝甲保罗的功夫废掉啦吼，伊互伊看袂到，看袂到是啥物代志？看袂到就是一个人连基本生活的技能都拢丧失啦。伊无法度家己处理家己的生活的时阵，伊想换去别人，伊无搁再骄傲。保罗就开始思想家己的性命。
这中间连上帝的奴仆阿那利亚也爱精心思考上帝的呼召。咱知阿那利亚知影保罗这个人，所以真无爱嘛吼。所以咱来看经文，今仔日经文所写的13节到19节这个所在所咧讲的。讲主啊，我听济人讲，这人伫耶路撒冷怎样歹款待你遮的圣徒所以伊真无愿意啊但是问题是伫即个对话中间，上帝甲伊讲做你去，伊是我所拣选的器具，要保养我的名，伫外邦甲国王以及以色列子孙的面前，我要互伊知。伊着因为我的名受偌济的艰苦，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伫这个所在，伫保罗受呼召的事件顶悬，但是呼召保罗，也呼召阿那利亚。所以伫这个所在，咱看见阿那利亚就来伫保罗遮，甲伊讲兄弟扫罗。主就是你来的时，路中出现，互你看见耶稣找我来，互你会看见，佮得到圣神充满，就是安尼，两个人拢受呼召。我想伫即个旧约的意义来讲，若用人的角度来看，阿那利亚甲以利上款拢有家己的想法、家己的角度。因拢无啥愿意来帮衬保罗，还是帮衬撒母耳，伊利家己有囝嘛吼。但是因为这个呼召是出自上帝，所以咱拄则读个圣经讲，伊利甲撒母耳讲啊，这就是上帝愿意照伊所要做的来做安尼。所以保罗嘛是安尼，阿那利亚本来无爱，但是因用安尼来回应上帝。就上帝的奴仆阿那利亚甲以利，拢得爱回应上帝的呼召，顺服上帝的呼召。那对咱现代基督徒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亲像昨牧师伫分享甲提醒的这中间，讲到咱基督徒也爱回应上帝的呼召，诚做这个主显节上帝的奴仆甲同工。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撒母耳记第3章的第1到21节，使徒行传第9章第10到1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呼召。昨天我们谈到的主显节，也可以说是外邦福音更明确的启示。那我们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传福音的一个起始点。上帝正式介绍了耶稣基督给世人，上帝也呼召仆人来服侍他，宣扬他的福音。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2位主的仆人，一位是旧约的撒母耳，另外一位是新约当中的外邦使徒保罗。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一起来思想什么是主的呼召。我们先从旧约的撒母耳来看，撒母耳的母亲决志要喂养他，教育他，直到他断奶之后呢，要带他到圣殿里面永远的服侍上帝。撒母耳在圣殿住宿学习的这个期间，当然是跟着祭司以利学习怎么样去服侍上帝。以利的事情我们今天暂时不说，因为他后面有许多故事跟他儿子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要提到的是，以利可能是撒母耳的在圣殿里面的导师，我们说 mentor， 但他不是撒母耳的呼召者。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在夜里呼召了撒母耳，连续3次撒母耳都以为以利在叫他，所以他就跑到以利的身边来问他说，夫子啊，你叫我吗？但是以利并没有。后来以利就告诉他说，
在听到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回应这个呼召。撒母耳终于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当以利问撒母耳上帝如何跟他说这个对话之后呢，以利就这样子来表明，他说：“哦，他就是上主，愿他照他看为好的做吧。”这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上帝给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这呼召不应该是来自人的，而是来自上帝的。既然来自上帝的呼召呢，我们就应该要马上回应上帝的呼召，要马上付出行动，要顺服上帝，要配合上帝，也要来服侍上帝。我们再看到新约的保罗，保罗是一个180度转变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之一。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撒该，他的转变也很大。但是因为保罗对上帝的呼召有极为强烈明显的回应，而且他的生命的转变是这么的大，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他的故事来看。他跟撒母耳不同的是，撒母耳并不是在家里面的人去预备他、训练他，要成为服侍基督的，他反而是基督的跟随者跟基督的教会的迫害者。保罗自己以为迫害基督的跟随者与教会呢，是在服侍上帝，但事实上我们知道，那不是上帝给他的呼召。当他要前往大马色迫害教会的这个路上，基督的灵向他显现，来呼召保罗。当然这个当中有一些很戏剧性的过程，我们就没有办法详述了哈。那上帝展现了他的全能，那或许我们可以用武侠小说的这个说法来描述，上帝废掉了保罗的武功啊，让他看不见，连基本生活的能力都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自理。这样的情形之下，上帝将他的骄傲拿走了。保罗开始思想他自己的生命，这当中我们就也看到，连上帝的仆人亚拿尼亚也需要重新思想上帝的呼召。在今天的经文13节到19节，就非常清楚的看到亚拿尼亚跟上帝之间的对话。亚拿尼亚回答上帝说：“主啊，许多人告诉过我，这个人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冷酷的迫害你的信徒。现在他到大马士革来，带着祭司授给他的权，要拘捕所有敬拜你的人。”亚拿尼亚基本上从个人角度来讲，他不愿意去服侍这个人。可是上帝对他说：“你尽管去吧，因为我拣选他来侍奉我，要他在外邦君王以及以色列人当中宣扬我的名。我要亲自指示他，他必须为我的缘故遭受种种的苦难。”我们注意听，上帝不但清楚地告诉亚拿尼亚说：“我呼召保罗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同时在这一句话，在前面的对话当中，也清楚地呼召亚拿尼亚。刚刚的经文这么说：“你只管去吧。”所以亚拿尼亚就去了，去找到保罗，就跟他讲说：“扫罗弟兄，在你到这里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耶稣亲自差我来了。”所以两个人都受呼召哈，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主的呼召在这个两个人身上。当然他就医治他，然后教育他，然后让他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如果以个人角度来看的话，亚拿尼亚他不愿意的，就像以利他可能也不愿意，因为他有孩子可以接他的衣钵嘛哈。可是他们虽然个人不太愿意帮助保罗或是帮助撒母耳，但是因为这个呼召是出于主，出于上帝，所以不但保罗跟撒母耳
领受到了上帝的呼召，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就连上帝的仆人亚拿尼亚还有以利都需要回应上帝的呼召，顺服上帝的呼召。对我们来讲，对现代的基督徒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就如同昨天牧师的分享跟提醒，今天的基督徒也要知道要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主显节的仆人与同工。